较少年的时阵对电影有兴趣，会当参与电影的时，阵啊，就对这个事件，对美丽岛事件这件代志真有兴趣啦吼。对，感觉这是影响台湾民主化真重要的一个事件。这些前辈走出了那么重要的一步，我们也得到他们一路过来奋斗所想象的民主成果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东西啊？看到这个盐水大饭店这个报道文学了吼，感觉哦，这就是我爱的。我爱的是啥？就是讲用基层的角色来讲这个观点，不管是农民也好，劳工也好，还是讲一般的民众，因这本册就是用农民的角度伫讲这件代志，甲家己想的真下啦。这是我的起心动念，就是初衷啦吼。它封整个铁门，所以它贴一个 V。哦，对。那如果这个门的话，其实贴它贴这样没关系，应该是没有。对，看到那种的。像就后面都几乎啦，对，应该尽量挡掉。重点是把这个心内中的这个时代的物件，做较好者，较提升的。第一点是场景，这场所内底就是包含美丽岛14社，这上重要嘛吼，这真重要。美丽岛14社外口穿做啥款，内底是穿做啥款。咱当然真侪资料他看了，创啥，咱就想办法去重建。咱就甲重建这个美丽岛14社内外景，用尽咱的方式，因为这真重要。欢迎参观哈，来进来，来了，进来了哈，来，你在这看哈，快点进来哈，进来哈，看14啊，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因有一个聚会所在，迄阵啊，有做农民教室、秘密基地就对啦吼，就讲咱少年加减有大家拢出力，不伫一间厝还是创啥，迄个农民教室，这是真重要两个场所。第三个就是南部迄个开矿哦，故事是伫高雄的桥仔头，迄个开矿感，咱爱抓着。哦，这是真重要。恁是有几个人啊？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